中华民国111年，水县府兵汉基构共将杨大天尊圣诞举行祭天祝寿大典，典礼开始，鸣炮。一通过向陪祭官就位，陪祭官共请兵汉基构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分公司经理李宏美就位。二通过向陪祭官就位，陪祭官共请兵汉基构行政经理陈信南。三通过向陪祭官就位，陪祭官共请兵汉基构总经理侯信宏。四通过向陪祭官就位，陪祭官共请兵汉基构董事长李炳汉。五通过向主祭官就位，主祭官共请汉芯生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。六通过向主典礼官就位，主典礼官共请水县府主任委员、兵汉基构总裁李和顺就位，参礼人员就位，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叩答杨上帝三官大帝倚天祝文，以中华民国111年天文岁次壬寅农历正月初9日，新逢杨大天尊圣诞嘉辰，满道区满口里32之1号，水县府主任委员、兵汉基构总裁李和顺，率总裁夫人李曾碧基、汉芯生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、兵汉基构董事长李炳汉、兵汉制药厂经理黄金玉、厂长罗正义、兵汉基构总经理侯信宏、国际营运总监刘宏源、行政经理陈信南、开全体干部、分销经理蒋先信大德等，今日香花酒礼孝乐之仪，叩答于杨上帝三官大帝殿前，祝之以文话，奉以上帝创世宇宙，得披重生，关行造化，福人处处，威哉三观，
天地动生，道观诸天，因谈三界，普济六道。因为公司大地，医师万宝于万方，君礼含感恩，调民皆上德，心行用大天尊圣诞加神，以求永上帝三观在地，降我家祥。招财纳福，由我兵汉治国，应运披展，业绩中进，发行家族，财源郁起，应食吉祥，东木丰荫，丰祥混积，终于圣感。再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请上香。行献祭礼，初献礼，恭请主献官。汉心生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就位进花献花拜，再拜三拜，请收花。主献官请护卫，阿献礼。恭请阿献官秉汉治国董事长李秉汉就位进金票，献金票，献礼拜，再拜三拜，收金票。阿献官请护卫，殿献礼，恭请殿献官秉汉治国总经理郝信宏就位进个，献个献礼拜，再拜三拜。请受过，殿献官请护卫，祭献礼，恭请祭献官秉汉治国行政经理陈信南就位进爵，献爵献礼拜。再拜三拜，收爵，祭献官请护卫，将献礼，恭请将献官秉汉治国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分公司经理李宏美就位进行礼。献行礼，献礼拜，再拜三拜，将献官请护卫，献祭礼成，行三跪九叩首礼。总裁指示会当规个伙伴请规无方便的请徛。为叩首拜，再叩首拜，三叩首拜，行，再跪，
抾手拜，再抾手拜，六抾手拜，行三跪，抾手拜，再抾手拜，原抾手拜，行列行。